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是5日节连假的最后一天，国道5号雪山崩坑早起就已经较车2公里长，也毋过今仔的交通量是比旧年较少。基隆市调景公园的路口，这个月初3崩山，经过公路局的抢修，今仔下晡2点就恢复通车咯。台北市放假，昨有一个67岁姓陈的查甫人，甲来讨厝税钱的厝头家杀死，人逃去，甚至后来家己打电话去警察局自首。先来看，今仔是5日节连假的上尾一日咯，国道嘛开始塞车咯。国道5号雪山崩坑哦，早起就塞2公里长，也毋过交通量是比旧年的同期减少2成3。伊讲今仔国道的交通量是平常时的1.3倍哦。另外，在天气方面，这礼拜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天气较无稳定，尤其是南部佮有过道的山区，拢会落雨，也是讲是落雷公雨。5月节连假最后一天，国道开始出现上百的车阵，国5透早9点也开始出现车阵。目前雪山崩坑塞大约2公里，比去年连假同时期交通量减少23%。交通部长李明安一透早也到边拿交通控制中心视察。预计下午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车流，所以下午会有高承载管制。那另外目前也是大客车优先可以通行。高公局预估，初早国道交通量是115万车公里，是平常日年平均的1.3倍。尤其上摆的交通量会当来到64万车公里，是平常日年平均的1.4倍。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路段，从下午1点到晚上10点；国3北向关西到大溪路段，从下午2点到晚上9点。国5北向宜兰到坪林路段车流已经出现，预计到晚上10点左右才会疏解。天气方面，受到西南风影响，未来6天水汽较济，不过温度也较悬。无落雨的时阵会当来到30度到34度，东南部上可能有35度。虽然5月份、6月份在定义上拢是黄霜啊雨季，不过即马方面上北，刷到中国长江流域以南的区域附近，有渐渐转型做热浪的天气的可能性。这个自由的锋面，如果当北方有比较强的冷空气下来的时候，锋面系统当然会再靠近台湾一点点，但是真的要到台湾上空的这个几率已经开始慢慢的在降低了。气象署指出，这礼拜的天气又原无稳定，尤其南部地区、甲过道各地山区，有无定时的阵雨甲雷公雨，而且有局部的大雨。虽然黄霜啊雨季影响无明显，不过刷落来就是风台季，因此水情敢会受影响，搁爱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第2线基隆市调景公园的路口，这个月初3崩山嘛影响到交通。经过公路局的抢修哦，今仔早起交通部长李明安佮有基隆市长谢国良拢去现场来了解上新的状况。本地是按算讲10日才当恢复通车，也毋过好消息是今仔下晡2点就恢复通车咯。清理土石的状况进度很顺利哈。那包括路面的铺面也已经在昨天重铺哈，所以我们预估可以比原来预期的是在明天这个通车提早1天哈。那在今天的下午2点，我们就会先开放通行，这边的速限也要维持这个25公里时速的速限哈。部长表示讲，已经伫山壁坑红门头角设一个6公尺的缓冲区哦，未来会搁来进行稳定山壁的工程，卖来安排工程人员来监看，来防止意外。再来看台南新华的保生大帝庙前哦，有一口8吨的古井，也毋过哦，已经封起来真久咯。最近新闻指示讲，古井爱搁再启用，今仔5日节嘛开放信众来摕古溪水。新华保生大帝庙的人员透早点香拜拜了后，一群人就请来五运大帝坐镇，要活中昼11点左右正式拍开这口100年古井，要互民众来行5溪水。
以历史来讲吼，是1624年啦。啊，今年拄啊吼400汤，有甲大家讲请示啊，伊讲可以啦，讲会使安尼。哦，啊，所以咱来甲这吼啊来，吼5时尾啊拍开安尼。去了后吼，这个这就慷慨啊，到这样一定半世纪啊，50汤啊。其实新化的宝城大帝庙已经有400年的历史。不过，这口古井真正蹛开的时间，阁爱考证。伫地方是团工到搭，尚无有200-300年久啊。只不过庙啊，伫1974年修复的时，就因为水里有重金属，加上苏当时的水道水已经较普遍的缘故，就甲井封起来。后来经过新明的指示，封半世纪了后，结果重新拍开。啊是洗衫裤，啊是赶到厝内面伫咧使用，就这样。啊，这个后来。民国50几年啊，迄阵啊，政府讲这个大家的水唔好食，有那个神。不过以前的人哦，真的对这方面哦，非常的重视。因为今天端午节是我们民间一年里头的3大节啦。特地去网络上面查，说这边尘封了300年，今天第一天开箱，所以我们赶快就慕名而来。身体不舒服的话，也可以泡澡啊。这个10公升啊，那个5公升，15公升，然后放1年的话，它都不会坏掉。午时水通常拢是用来净身摒厝内，有辟邪祈福的意思。啊，那庙方是已经先整理过古井，发现水质真清，也毋过也是无建议民众直接啉。记者台南报道。再来看云林北港的朝天宫的边啊，有一口300多吨的龙井，逐当的5日节咯，拢有真侪民众会来排队，要来摕5时水来破刷转运。你怎么会知道来这边取？啊，你带回去打算怎么处理这个？应该是洗澡，每年都会。它疫情的期间有暂停，正常的话是辟邪。辟邪是最重点，然后平安就是有需求祈求圣母保佑。这口伫云林县北港朝天宫妈祖庙东边的龙井哦，这就伫一间店家内底，头家是用锁仔来拔水桶哦，把水一桶一桶舀起来。逐当的5日节拢有袂少民众会来遮排队哦，要来摕5时水来保平安。再来看台北市网架，昨有一个67岁姓陈的查甫人哦，因为厝头家来讨厝税钱，2个人去冤家，伊举刀啊，甲这78岁厝头家害死，人倒去身亡。后来哦，伊家己打电话去警察局自首，社会局是表示讲，这嫌犯佮有被害者拢是有登记的，这人家己大爱老大人，卖请社工哦来协助办案。68岁姓陈的嫌犯穿一领外套，裤伫咧路边。新竹的警方是因为接到一通自首的电话来遮了解，伊讲伊拄杀死人。是吗？什么事情？伫台北杀人了，坐车落南登去新竹的故厝，知影讲家己走袂去，决定要自首。新竹警方听到伊的讲法了，随通报台北市网架的警察，真正伫民和街公寓2楼发现78岁姓严的死者，倒伫咧涂骹，规身躯拢残毁，无损毁。犯嫌与死者之间为2房东与租客之间的关系，双方因租约和债务相关的问题而导致口角冲突。犯嫌遂持菜刀向死者砍杀。警方研判2个人，敢若是因为租金的问题去冤家。死者因为目睭看无法度抵抗，被杀10几刀，死伫咧厝内。社会局表示，2个人拢有伫咧独孤老人的名册内面，已经请负责的社工协助警方调查。那个喜盛的那个杀死那个2房东是眼瞎的，早上大概6、7点钟的时候就有声音到要喊救人，可是没有人知道你在哪里。很多人听到，都不晓得他声音从哪里来。台北市警方伫咧找到下昼，决心调查姓陈的嫌犯带回来台北，因为伊拒绝暗示真相，警方会继续追查，查清楚伊犯案的动机，原来是以杀人罪嫌的方向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昨下晡，中华一个查甫人伫国小的运动哦，雄昏去，无喘气，嘛无心跳，状况是真危险。加在边仔有 AED 急救的设备，做伙拍球的朋友都会晓 CPR 急救哦。所以伫救护车送病院的过程，这个查甫人的侧路嘛已经无性命的危险。
一群人当伫咧国小球场拍球，煞雄雄有一个穿白衫的查甫人分气，现就倒伫涂骹。这规站的过程拢互监视器翕到。国立祭休第二天，彰化市某一间国小就传出讲有一个47岁查甫人运动到一半无喘气心跳，现场救救全部拢围过来开始救人。雄雄看到人倒了，迄运动可能是伤过度的款，拄好，迄一群球友，一群球友转进去甲急救，可能有做人工呼吸的款。现场救救先是摕学校内底 AED 来甲电，搁来照上局线顶的指导甲做 CPR， 救护车接到通报，7分钟随赶到现场，准备要将送去中华寿团病院。差不多就车2分钟了后，这患者人都已经醒起来，可以当甲边啊因太太来讲话。拜托民众帮忙搬运上担架，然后持续实施正压辅助呼吸至救护车上，然后于车上改换车装氧后送往彰化秀传医院，然后途中约2分钟，患者好像就开始有意识要拨走那个脸上的 MBU 面罩。救护人员表示，咱人若是袂当喘气，咱的大脑4到6分钟之内嘛会开始无气。民众第一时间甲急救，就是活命的关键。因这查甫人送到病院了后，嘛已经平安无大碍。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有拜课愈来愈普遍，也毋过统计是显示讲，这几档脚踏车的事故有增加的趋势。双北市去年就有超过5000件。警方是表示讲，电导向骑脚踏车，佮有骑伫顶仔骹，也是讲人行道过路线，拢是上接违规的情形。车顶道机车直骑，一台自行车起步向正边侧，弄到后边的骑士。用牵的，人行道请用牵的。有真侪名学生骑U bike骑就人行道。和站务警官大声阻止，国内自行车违规罪，敢若双北市自行车事故去年就超过5000件。骑车的时候会骑上人行道。会，可是我都会以行人为优先，我大概都是骑楼啦。嘿。可是那你知道说这个到底有没有违法？我不知道未少人骑车直接骑伫人行道，有时阵人车争道，甚至也引起事故。根据统计，自行车事故台北市去年有2700多件，去年超过3000件，今年也已经超过900件，搁较造成至少330人伤亡。新北市去年甲去年拢有2000多件，今年也造成至少500多人死伤，包括反用弄红灯骑上顶仔骹，也是人行道，甲骑伫半马线，拢是警方定看的违规行为。我们在处理的过程中，民众往往都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才会惊觉自己可能会有违规行驶人行道、斑马线或是穿越道路等肇事责任。自行车骑在道路上面，那也要配合相关式的左转，或者是行人穿越道线上，也就是所谓的斑马线上，就是特别请用那个迁徙的部分。自行车安怎骑才合法合规？一般道路上爱靠外边来骑车，想要骑伫人行道，除非地面画设专用道标线，也是现场有过时会当人车强盗，若无才会 NG 行为。轻的是劝导，严重的也会当依法开罚，处300至1000里的红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最近3档查某的官兵对15.6趴，提升到16.9趴，大约是有28000个人女性伫军中的阶级嘛愈来愈悬。第3档前是有2位查某的少将，即嘛是1个中将，3个少将。大声发出国军赞！2022年底，陈玉玲进任国军史上第1位女中将，正做是苏当时上显目的重点。因那国军女性比例继续增加，国防部上新的数据显示，今年测女性官兵的比例是16.9%，比3年前的15.6%提悬1.3%。估算即马女性军人的总数大约是28000人。现在的战争是属于新形态的战争，它已经不是比拳头，女性其实在各个方面都不会比男性来的觉得在国军的任务上面是比较差的。军中里面应该要男女平权，该要
适才适用，唯才适用，那就是国际的战略，也国际的智慧。由海空三军的女性人数比例拢有增加的趋势，其中比例上悬的空军比例已经达到20.5%，而且唔但人数比例增加，女性伫军中的阶级也渐渐升悬。上校以上的高阶军官的女性比例，3年前是4.9%，即马是5.7%。以女将人数来看，3年前有2位现役的女少将，即马是1位中将，3位少将。在兵科或者是技术军种部分，比如说狙击兵，需要这种长期的耐力，都可以让女性的官士兵发挥她的所长。学者分析，除了性别平等的意识增加，肯定女性正做人力资源力量已经是国际的趋势。亲像挪威、以色列、中国拢有强制或者是开放女性来做兵，而且部分的技术兵女性较高，做幼路的，有耐性等等的能力，更加符合任务的需求。国军继续强化战力，不过中国有关对台湾军事施压。国防部公布24点钟内侦测到中国的军机9架次、7架次的中国军舰伫台海的四边活动，其中5架次的中国军机超过海峡中线，国军继续严密监控甲应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73岁印度总理莫迪成功连任初9就职，开始伊第3个任期。咱总统赖清德嘛发文恭喜莫迪，嘛亲身回应讲，望台湾甲印度会当愈密切来合作。也毋过这互中国是非常的不满，嘛向印度抗议。也毋过，等到是隶属印度的政界、媒体、各学界公开来表示讲，小挺台湾。73岁印度总理莫迪顶一日大选选赢，成功连任，初9正式宣誓就职，展开伊第3个5年任期。我国驻印度代表葛宝轩大使已于第一时间代表我国政府与人民，向莫迪总理表达诚挚祝贺，并转达赖清德总统致莫迪总理的贺电。总统赖清德除了打电话甲伊恭喜，嘛伫社群平台发文表示，希望印度政府持续扩大甲台湾伫咧经贸、科技等等领域的合作，深化台湾甲印度的关系。莫迪嘛随回应讲，期待双方的合作会当更加大把。不过，这个举动是搁一届互中国丢卡断地，向印度提出交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无公开甲伊祝贺。中国外交部初5发文甲伊恭喜，不过印度外交部是3天后才回应，而且强调会伫咧互相尊重、共同利益、甲互相了解对方要义的等等的前提之下，推动印中关系正常化。来自印度8年的特派记者尤志美分析，相关的活动会当看到台湾、印度甲中国3方关系变化。可以看得出来，中印的关系，无论是在边界或者是在整体的区域的竞争，其实都是越来越白热化的。那这时候，台湾的角色就会变得很微妙，在经济上面的软实力，最后很有可能会变成一种硬实力。这个是台湾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的强国有很好的互动的机会。印度的政界甲学界嘛，趁这个机会发声，甲台湾斗相挺。上议院议员库嘛认为讲，台湾有家己的身份认同，北京应该放弃压霸的策略。印度智库教授贾兰尼指出，防卫台湾嘛有关印度的利益，印台关系应该要超过经济领域。连印度真出名的科学家朗加纳坦嘛讲，印度目前无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不过究竟这个错误的时间到啊？尤志美讲，最近这几年来，台湾伫印度受到讨论的机会增加。除了印度徛起全球供应链重组等等的因素，印度对抗中国的态度愈来愈明显，现在是正是增加台湾印度交流的好时机。记者综合报道。昨是香港反送中运动5天的纪念日，香港变成青年等团体昨伫台北游行，呼吁台湾人爱继续关心香港。有一寡来台湾观光的香港人嘛专工去参加游行，因讲即马伫香港已经无自由表达意见的机会了。光复香港！喺台北街路也捍衛民主大港動行標語，因為初9是香港反送中運動5週年，特大香港團體舉辦香港自由6月遊行，呼籲台灣人繼續關注香港情勢。香港的朋友，或者是對於在台灣本身會支持香港議題的朋友，其實也是對他們來說會造成一個很大的風險。的重點都不是這次來的人數，而其實真的是把一個聲音就是傳達出去才是真正重要的。香港並且青年指出，今年參加人數差不多600人，比以前較
较少，推测是因为今年3月香港完成基本法73条立法，明定5段类危害国安行为想要互香港人点点，啊，不过也是有来台湾观光的香港旅客来参加。就是没有机会再做类似游行，我想趁这个机会好好的运用它。之前港府用港版国安法起诉47个民主派人士第一批判决出来，14人判有罪。现场群众提出因每一个相片的布条相关，对台湾香港艺术家办做自由旅行，希望台湾继续重视中国威胁。一定要关注，不可以只看自己的事，因为我们都是受中共打压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串联。成为反抗的共同体。为什么要关注？因为你看到香港，就给我们一个警惕，我们要不要接受中国的恐吓跟威胁？因为香港法庭今年5月对反送中歌曲原言讲为香港原临时禁制令加注禁歌，游行上尾大家斗阵唱歌，表达因就算流亡世界各地，依然坚持抗争、仰望自由民主的声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以色列内阁部长甘茨张时节，伊是批评总理纳坦雅胡一直无要批准以下战争的战后计划，阻碍着战争的胜利。伊嘛呼吁讲，应该要提前来举行选举。另外，以色列军方7八伫加沙的难民营救出4个人质，也毋过双方是战甲非常的厉害，所以嘛造成至少274个巴勒斯坦的民众过往。以色列伫7八救出互绑票8个月的4名人质，迎接人质回来。同时间，互以色列空袭甲炮火攻击的巴勒斯坦中部的难民营，刷传出大量死伤的消息。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指出，至少有274个人死去，包含查某人、囡仔甲人质。另外，将近700人受伤。以色列甲这届的救援行动看作是胜利，不过国内政坛刷伫初九传出人事的大调动。立场温和的64岁战时内阁部长甘茨宣布辞职，理由是总理纳坦雅胡一直唔批准以下战争的战后计划。伊也呼吁政府应该为2023年10月7日的人质凄惨事件负责，提前解散国会举行大选，避免国内的民意分裂。לצערי, נתניהו מונע מאיתנו להתקדם לניצחון האמיתי שהוא ההצדקה למחיר הכואב והמתמשך. 政治分析家指出，甘茨的辞职加减会影响到以下最近停火协议的结果，也对纳坦雅胡造成部分的压力。And with him gone, it sort of tugs all the decisions to the right and to the more extreme. If the United States uses that to their advantage, there's an opportunity to pressure Netanyahu. If you want power, if you want to keep your coalition, you need to make some concessions. 甘茨是纳坦雅胡伫政坛的主要对手，上新的民调显示超过纳坦雅胡。目前战时的内阁有决策权力的，阁有国防部长贾兰特。外界分析未来纳坦雅胡政府的立场会变更较极端偏右派。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继强4天的欧洲议会选举总选下落，出口民调显示讲极右派的政党选了袂歹，也毋过7月底特别举办巴黎奥运的法国总统马克宏所属的中间派的联名，是选出极右派的国民联名。马克宏昨就宣布讲解散国会，大选要提前伫6月30来举办。5年一摆的欧洲议会选举，初九结束投票。初步结果显示，法国总统马克宏的中央联名政党大失败，得票率仅拿极右派国民联盟的一半。马克宏虽宣布解散国会，提前伫6月30举行大选。第2轮的投票定伫7月7日，也就是巴黎奥运7月2日开始进行。法国会经过一场政治的大地震。Cette décision est grave, lourde, mais c'est avant tout un acte de confiance. Confiance en vous, mes chers compatriotes, en la capacité du peuple français à faire le choix le plus juste pour lui-même et pour les générations futures. Confiance en notre démocratie. 由马林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以超过30%的得票率大赢马克宏领导的联盟，伊也正做2027年总统大选当中马克宏上大的对手。也拿5年进前就已经出头，大力主张反移民。今年敢若28岁国民联盟政治的新人巴尔德拉，初九也强调，法国已经在靠改变的风。Ce soir, un vent d'espérance s'est levé sur la France, et il ne fait que commencer.
今年会选出720名欧洲议会议员，席次按成员国的人口侪少来决定。德国上侪占96席，法国也有81席。不过这两国的极右派拢成果袂歹，也拿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极右派意大利兄弟党也伫选举当中领先。比利时找到举行欧洲议会甲国会各有地方的三合一选举，总理德克鲁所领导的政党，伫这届和左右派双头小的情形之下，敢若摕到7%的选票，也互伊伫秩序的时流目屎。总体来看，这届欧洲议会选举，中派犹原是领先，不过也袂当轻视左右派极端势力成长的事实，也若欧洲整体拢咧向右派咧起。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已经得到中央派的支持，伊安尼按算会得到新的5年任期。公司新闻敬完强编译。巴黎奥运7月2日就要开幕，法国的特种部队来进行最后一场抢救临时的演习，咱做伙来了解。甲天安门讲破，政府补充的特困队员入去大楼内面进行救援行动。2024巴黎奥运就要到啊，法国正伫咧进行筹备的工作，维安是正重要部分。法国国家宪兵特困队 GIGN 伫这栋废弃的大楼进行演练，一站一站搜查，甲人质救出来。voir deux terroristes qui sont importants. Donc nous, le point très important de la mission, c'est donner un assaut qui soit fulgurant, en force, pour neutraliser les terroristes au plus vite et surtout préserver un maximum de vie. Donc c'est un rouleau compresseur qui ne s'arrêtera jamais. 自直升机顶头降落，部署到大楼的厝顶进行攻击行动。这是 GIGN 伫巴黎奥运进前进行最后一遍救人质的训练。GIGN 是属于法国国家宪兵的一支特种部队，专门负责反恐甲救人质这款危险性正悬的突击任务。是伫50年前成立，迄当阵成立的原因是因为1972年的慕尼黑惨案。 C'est un clin d'œil à l'histoire, moi je dis, parce qu'on va fêter nos 50 ans cette année. Donc on fête nos 50 ans, l'année des Jeux Olympiques en France, alors que le GIGN a été créé suite aux Jeux Olympiques de Munich. Donc je trouve que la boucle est bouclée. 1972年慕尼黑奥运期间，巴勒斯坦的武装组织乌什高家总入去选手村绑架并且杀害以色列人质。因为德国警方救人失败，造成伊国代表团11个人全部拢死亡。伫即马以下冲突也阁继续，和法国当局高度警戒。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五日节日，世界各地拢有爬龙船的比赛，德国匈牙利mau办龙船比赛，也毋过外国选手是讲爬龙船无看起遐尼简单。 伫中国江苏省盐城市这场爬龙船的比赛，伫最后冲刺的时阵正激烈，大家拢尽全力想要争取进入最后的决赛。这场叫做中华龙舟大赛是全境内面规模上大，也是5个最传统节庆的重要项目。上面有36支龙舟队，差不多800位选手进入上尾的决赛。比赛项目有100公尺、200公尺、500公尺直道竞速，加1000公尺来回赛。分做男子组加女子组的职业精英公开的顶级。 各地分区拢有预赛，山东东亚市加湖北的宜昌市也有外国学生参加。今天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船龙舟，然后我觉得划船很重要。 节奏，你要看那个桥鼓。又是端午节的特色，所以很有意思。伫澳门的澳门国际龙舟赛，初步开始连续3天，分别进行各组各级别的比赛。香港、泰国、新加坡、印尼等几多个国家拢来参加。5个做除了爬龙船比赛，也有食肉粽、香包电视加水上表演。欧洲要爬龙船比赛，选手讲无看遐简单。Must give the same power and in the same time. The paddle must into the water in the same time. 希望你们这多一点种子。德国的杜伊斯堡自1987年开始第一遍办爬龙船比赛，2000年开始每年6月拢伫咧瑞港办盛大爬龙船比赛。今年有140队，要甲3000位选手参加。也若伫匈牙利也有爬龙船比赛，中国、俄罗斯拢有组队来参加。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 国家语言发展法修正了后，国中、有高中的本土语课对111学年度开始，就正做是必修的课程。也毋过师资一直拢是大问题，市区佮偏乡拢是真恶找。以婚姻观来看虽然有超过60%的台语人口，
也毋过较大，阁有4间的国中找无台语老师，敢若通伫线顶上台语课。普遍人认为讲，中南部较侪人讲台语，台语老师应该嘛会较好找。根据109年人口甲主题调查，云林有超过6成人口主要是咧讲台语。不过因敢真正无欠台语老师，今嘛记者来到云林的各国中，咱来看因上课实际状况。有一个细夜市的细运动亭、细早市的细，拢是。老师带学生念课文、学写汉字、练罗马拼音。经过国中是云林算大间的学校，1年甲2年的台语课，即马是交2个老师来上。教务主任讲，学校的台语师资目前拄好有够动，不过若要支援北京学校的台语课，就正经无够卡手。这个老师伊本身有几啊种专长，靠我甜无法度过去别个学校去支援安尼。云林县教育处表示，原来公私立高中拢总42间，大间高中的台语老师爱有2人到3人，理想的台语师资总数大约703人。虽然全县高中老师目前有35人下资格会当教台语，不过其中包含校长甲行政。考入拜课的规定，实际教学人数仅26人，另外代理甲兼任的教师27人，教学支援人员13人，台语师资有关欠37人。全港学校请无台语老师，会当甲北京学校合并，不过偏向路途遥远，学校若细间，班级数无济，老师就要走几哪间学校，真费时间。变讲老师较无爱点装卡架册，互学校想要合并老师，就真好请。支援老师因为感觉讲来国中来做这个教学，其实因有淡薄压力啦，较有意愿来去学习。拢请无咯，老师拢无法度来阮学校教，因为遮搭属于偏远。考学的2个国中，就是因为请无台语老师，只好申请伫无强学上台语课。你讲阿爸跟线顶的那个线顶就是线上的意思。学生看用无配合白板，遐老师伫线顶教台语。虽然教育处针对伫无强学有提供相关设备，不过偏向网络无遐好。采访迄天，2个国中就因为落大水雨，网络断6-7摆，落尾无法度伫线顶上台语课，只好是教导主任带学生念课文。伫无强学上课的品质比较起来较无稳定。应该老师上课还是电脑上课？老师咧教师上课，伊用电脑的时阵网络无好。好，第4条跟第8条都是入声字哈，然后第8条。根据云林县教育处的资料，112学年度用伫无强校上台语课，目前有4间国中拢是海线偏向学校。针对偏向师资分布无平均，老师跨校合并意愿阁无悬。教育处表示，建立平台整合能力，卖继续推动台语师资培训，按算4档至5档学会报好教，要伫上短的时间内达到台语师资稳定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清华大学教授刘英成甲爱尔兰文学家詹斯洛伊斯写的《毒匹林人》一本小说来翻做台文出版。望讲台文册唔只有囡仔册尔，无世界文学经典通读。爱尔兰文学家 James Joyce 的作品《毒匹林人》是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一。清华大学教授刘英成即马是将伊翻做台文版来出版。伊认为，虽然台湾这几年台文的世界文学翻译袂少，但是较侪内容是互囡仔、青少年看的。也毋过大人嘛有读台文的需求，所以伊选择 Joyce 这本讲小市民心内故事的册，望增加台语翻译册的多元性。我专工想要拣一本大人看的。因为咱较早拢拣一寡青少年看嘛，但是咱要学台语的，毋单囡仔人，对无？咱嘛是有大人啊，你囡仔你将来嘛会大汉啊，对无？所以咱袂当无即个大人看。刘英成讲，伊细汉的时阵，伊的妈妈就捌用台语念海明威的作品互听。迄个时阵，伊才读幼儿园，透过台语嘛是会当了解故事，所以伊认为语言会当讲万事万项，自然用伫咧生活中就袂感觉奇怪。阮妈妈当然嘛袂互人质疑讲，即个世界文学你哪会用台语讲互你囡仔听？无人会去质疑即点。但是阮都足自然嘛，囡仔想要知影我咧看什么小说，我就讲互伊听。阮细汉还阁有听别个时代讲别个故事嘛有啊，什么三只猪鹅啊嘛有啊，嘛有人讲啊。
这本《道别林人》是刘英成头一本的台文翻译，但伊讲伊是伫2021年才开始家己学台文语。伊认为所有语言的现代化拢需要经过外国文学翻译这关，台语嘛同款。伊希望未来台语翻译的世界文学作品会当愈来愈侪，内容嘛会当更较多元。记者柯选谢桂林台北报道。经济部长郭智辉提出电价分级制，经济部嘛表示讲，台电已经在规划把电分做绿电、价碳，佮有一般用电哦，会依照排碳量的关价来定价。在安诺麦伫最近来甲环境部讨论。经济部长郭智辉上任的时阵讲到电力分厂的想法，最近有风声讲，经济部指示台电规划电价分级收费的机制。初步的方向分做反映台电趸购或者是绿电开发成本的绿电，规划甲碳费联动的价碳，也有一般电力，而且以排碳量来定无同款的价销。问题出在台湾的电是不够的问题嘛？未来 AI 用电又要用很多，你要达到20%是很困难的。各国已经恢复核能电厂列为绿能用电。经济部长，你已经明确表明，法规修改、维修设备完以后，可以再用20年。那为什么政府不去思考这些？工总指出，未来半导体甲 AI 等等产业的发展，会需要用更较侪电。以目前能源的配比来看，是真要有较俗的电。建议考虑核电厂延役，再过来发展绿电，强化电网的韧性。看法认为讲，企业无爱用绿电，是因为成本伤悬。政府会当鼓励高科技的产业，嘛投入再生能源的发展。多数的企业不愿意使用绿电的原因之一，在于绿电的成本来说，相较于传统的电力是比较高的。经济部应该要去提出鼓励性的相关办法，让企业能够去再生能源的投资或者是生产，提高企业他们在绿电发展的自主性。有官员向北面媒体讲，目前专案还佫伫初步规划的阶段，后续会甲环境部来讨论。但环境部年底碳费决定了后，再佫进一步规划价碳电力组成等等的细节，上紧明年才会实施。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因为股市涨2万点，嘛，互房地产的市场是热扑扑。有风声讲，中央银行可能会甲第二间厝的贷款限制讲上济贷6成。有专家是指出讲，这款做法可能是望讲会当来减少投资客。街头巷尾建案事件是大型的机具伫工地内底继续赶工，真侪重要的交通路口也会当看到各大建案广告的扛棒，想要吸引想要买厝的民众。近期国内房市热度真旺。整体呈现计销价数量拢增加的情形。目前永行的总裁杨金荣伫立法院讲到房市的3件事，即马传出即礼拜是永行的理监事会要检讨选择性信用管制，因为即马的选择性信用管制是自然人伫6都甲新竹第2号房贷上悬，敢若会当贷到7成。无排除扩大到全台湾拢列入管制，全面来限制各县市第2号的房贷成数。现阶段央行的操作来看的话，因为建商相对而言比较弹性跟灵活，所以有一些投资客因为整个市场上面的价格已经往上走了，所以也不乏会出现很多的建商再把房子买回重新出售的状况。市家兴认为，央行这款的做法是想要让更较侪投资客会当放出物件，只是最近原物料大起，未来会阁起，无论升息或者是调整税率，对房市拢会有真大的影响。另外，这波房市过热也引发外界质疑是新青安房贷的政策所造起。传出8大公股的行库对新青安的人头考照、包租公拢出手阻挡。对此，财政部表示，房价的大起的原因真多，不应该把政策的美意做污。在授信都是有一定的准则嘛，我们会去了解，还会去查核啦。所谓的房市所谓上涨预期起来的时候呢，自然会找到投资管道去的。它不见得就是说差那一层，所以说这个效果其实不会太大的。黄清华表示，去年8月份以来，新青安房贷核贷干那4.4万户，占比是真少。会加强相关资料稽查，继续强化贷后的管理。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解决部分县市本色的问题环境部长彭启明5日这几天，佮开会讨论，嘛宣布讲4档内未来彻底解决问题。
另外，伫南投县是有真侪粪扫山拢无焚化炉，县长嘛强调讲会以 BOT 的方式来起焚化炉，最近卖来公布地点。粪扫无种焚化炉，或者是掩埋场，是送到一寡所在来暂放。逐工累积嘛变成小山，粪扫堆伫居民烦恼卫生问题，嘛有可能有烧起来意外。防一支国内愈来愈侪粪扫山，环境部长彭启明礼拜日召集会议，讨论免怎气化，首要目标是处理外漏堆垒giảm低粪扫。我们在四年内规划好，其中有53个厂目前有暂置垃圾，我们将完全依照标准的掩埋作业方式，或者是打包的方式来做处理。环境部表示，粪扫处理是地方事务，但会来协助。嘛，确实发现有寡县市的逐人平均粪扫量是比其他县市悬，甚至有3倍差距。呼吁地方爱搁较积极资源回收，搁源头减量。无焚化炉的南投县县长柯淑华已经宣誓要推动。环保局表示，最近会来公布地点。是用 BOT 的方式，民间投资会开始规划，大概最近就会公布地点，我们就会开始做后续的环评、地变更等等的工作。但环保团体认为，这做法拢是颠倒并咧做。他们应该更强调源头减量的措施，不然的话，如果垃圾量没有即刻的减少，环境部原本估12年就可以去把这个垃圾去化，我们觉得还有可能它还要需要更久。绿色和平指出，目前环境部投入后端处理粪扫的经费是17.7亿，开离源头减量煞无到1亿，认为应该离源头减量变得更较侪预算来推动，包括透过政策全面禁止店内使用免洗餐具，协助店头转换提供环保餐具等等的做法。对于粪扫打包兴建焚化炉等做法是表示遗憾甲可惜。记者林俊明、谢正林台北报道。第三线苗栗西潭路段，顶礼拜有民众看到讲有2台跑车在驾车可能是惊讲风气上，佮用布甲车牌盖起来。也毋过伫半点钟后，嘛是互警方抓着，马上开单。红色甲粉红色的跑车一前一后冲过去，毋过这2台车的车牌有点奇怪，毋是咱平常时伫路顶看到的车牌。其实这2台车的车牌已经架起来，苗栗警方初一早起接到民众报案，这2台跑车加车牌出现在第三线西潭路段，警方马上拿查围捕。立即调阅监视器，查证确实有2部汽车遮蔽车牌行驶。值班立即通报线上巡逻人员前往拦查。警方表示，顺路警网围捕差不多半点钟，就伫第三线一间高站顶悬发现这2台涉水特别野白的跑车。虽然迄时阵野车牌布已经拆掉，不过野布赛车行为早都比沿线路口监视器翕得清清楚楚。我是有看他拆那个车牌上面拆一个不知道什么，那个类似罩子还是什么的，因为要拍照啊，不知道去哪里拍照，然后他忘记拆掉了。连驾驶一开始高向警方讲是为新店到苗栗佚佗，规车翕上了未去将布拆落来，不过后来承认是危险西段路段的区间测速处地，才会遮车牌。警方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应罚2004到4008。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今年的太平洋乌昂船会当掠的配额是1965吨哦，也毋过昨统计已经掠超过9成咯。农业部伫初9嘛公告讲，6月12日开始就袂当搁掠，向向通知讲袂当搁掠，互东港的渔民有点价哦，是真怨叹。渔港伫船顶整理渔线顶设备，台湾今年太平洋乌昂船的总渔量配额是1965吨，因为初9累积渔量已经来到配额的9成。农业部前一天发出公告，12日0点开始停止掠乌昂船，但有船长认为通知伤过临时。较换对啦，阮是即摆即外礼拜，即摆昨下收到机会信息，阵啊有诶报记好诶，出去外海咧掠啊。维护人迄个12号进前来卖就免咯。渔会表示，东港乌昂船成交尾数已经超过4800尾，创15年来新高。嘛，因为安尼有配额的问题，但12进前掠的乌昂船若有向渔业署通报，也是会使去卖市场拍卖。多少是会有一点预期性，但是实际上还是要看鱼的新鲜度、鱼的那个品质。新的乌昂船看起来真好食，乌昂船季节都拄着肉粽节连假。
吸引真侪游客来东港食蚵仔肠。面对政府临时通知渔民袂使搁掠，民众看法无同。应该是要有一些配套的措施去补偿或做一些调整。今天冷冻技术那么好，之后还是吃得到。全当店家拢有苦衷，但渔业署嘛表示，遵守掠鱼国际规范是所有参与掠太平洋蚵仔肠国家的义务。掠的配角经过统计，若有剩会使留到明年使用。希望渔民会使配合，维护蚵仔肠资源永续利用。记者陈焕宇、陈显坤屏东报道。来看前一站哦，云林大溪警察在巡逻的时，发现有一只猪猫伫路里爬走，赶紧找民众做伙甲伊赶转去低调。警方嘛提醒民众哦，有饲动物就唔通放因出来乱踅，若妨碍到交通哦，主人会先罚300块到600块。好行，最好不要怕，最好不要怕。大只猪猫竟然伫咧路林爬走，这是云林大溪的四湖乡，有警察咧巡逻时发现这只猪猫，因为惊碍到交通安全，赶紧摕黄色封锁线甲颔棍箍好条，才搁举锤仔参民众哪扣哪甲猪仔赶转去厝。摕出迄个封锁线啊，要迄个塑胶带要来，甲这只猪仔甲箍掉咧，啊举锤仔吼，甲手仔赶啊尾啊，伊就较愿意乖乖听话咯。业主表示，因为厝林低调的门伤久，猪猫用片仔吐咧，门就开啊，毋才会好逃走出去，加在无造成交通事故。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发条例，厝内精生动物盘若无顾好势，随在伊伫路林乱踅，致使妨害交通，会罚主人300至600块。咱厝的吼有饲宠物的，也是家禽家畜的，爱注意黄色饰偶牢固，吼，以免无小心去走出来。发生着危害安全。警方也趁这个机会提醒民众，厝内有饲动物的人，就要注意门锁敢有锁好好，才免发生意外，造成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南投市的永兴小鹰平台入口，有一只同座的南投鹰哦，几当前拍胖见，吹回来了后，嘛无南投鹰搁再飞来吃。尾手社区决定讲，要甲这只同鹰的头洗方向。社区的民众是讲哦，洗头了后，这南投鹰竟然有变质咯。今年3月、4月，南投鹰渡冬了后，要上北，会飞过八卦山脉。若南投环山是八卦山脉的上悬坎，会当看到大阵的南投鹰。不过，小鹰平台本地有采一只45公斤重、用铜做的南投鹰模型，伫几当前熊熊碰见，出手嘛找无。过2冬啊，煞伫路边，互农民发现。在某一年的时候，忽然之间它就遗失了，不见了。马上我们就跟媒体透过媒体，然后悬赏3000元。悬赏之后一直没有下文，忽然之间在大概1-2年的时间，有一个农民姓谢的农民，他发现了。他发现之后呢，他交到永和派出所，永和派出所通知我们去把他领回来。甲南投鹰的模型安顿去了后，刷落来1-2冬，煞拢无啥南投鹰飞来。大家怀疑这模型的头安向南边是唔对向的。经过讨论，甲头转向北边，啥拄啥尾手观测到的数量都恢复鹰过水准啊。奇怪，怎么这2年都没有鹰呢？会不会是因为那个我们老鹰方向放错了，才又透过那个我们的工程师再把它反方向的放好，也把它直高了哈。之后呢，我们就发现说，可能是巧合吧。陆陆续续我们的鹰群再现。模型向倒一边，敢真是影响南投鹰的数量。虽然唔知影是拄啊好，还是讲有科学根据。这个故事嘛，已经真做地方流传的传奇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云林西里甲启动交界落水溪爆花，最近有民众发现讲2公里长的爆花红岛真侪粪扫哦，有人伫遮烧粪扫，环保局是强调讲会来加强稽查，卖来处罚，卖来想办法看要安怎来解决问题。爆花边啊，互人乌白倒一堆一堆的粪扫，甚至阁有上粪扫状况。最近有民众发现，来到西里甲启动交界落水溪的爆花，真侪所在互人乌白倒粪扫状况真严重，包含厝内粪扫、烂去的果子、菜色，或者是废弃的木材等等。伊拢当时咧透早，人就要摕来倒，我嘛毋知。阮伫遮倒菜吼，我拢来一次啊，我来摕倒。摕倒倒。像即条迄拢倒迄个什么葱仔毛遐有诶无？
当地民众表示，这搭爆花要2公里长，过去就定定互人倒粪扫。管理单位适合分数虽然特别彩排也经过，经济昨晚有改善，不过最近阁出现真侪所在互人黑白倒粪扫。花莲县环保局强调会阁加强稽查。也将函请适合局来尽量做好一个管理者的一个角色了那也请他们评估是不是增加装设监视系统，来达到有效的一个遏止。那云林县环保局也在这边呼吁我们民众不要随意的丢弃家庭垃圾。那一经查获将以废弃物清理法最高裁处6000块。环保局表示，针对落水溪爆花，互人黑白倒粪扫会成立专案，无定期派人稽查。那抓到行为人，会依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处罚。所来甲管理单位讨论改善办法，希望会当防止民众黑白倒粪扫的状况再发生。记者王伟雄回应报道。来看英国中部有一片树林，有全世界上大面积的纳兰花。那些花海是非常的水，这嘛是英国另外一种的国花，嘛显示英国的生物多样性。咱做伙来欣赏。英格兰中部彼得堡勒的这个林地，如梦似幻的纳兰花梨花，亲像铺一层蓝色地毯共款的壮观，空气当中也充满强烈独特的香甜味。I think it speaks for itself. The woodland looks incredible this time of year, especially with some of our areas are absolutely carpeted in bluebells, and it gives kind of that fairy tale kind of magical feel, I think, which is why so many people come at this time of year. 纳兰花是一种野生植物，普遍生长在西欧地区的森林，是蜜蜂、蝴蝶、水果、蜜蜂重要食物来源。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纳兰花拢发在英国。英国历史文化保护机构国家信托就将纳兰花叫做非正式国花，都知伊大受大家介意，甚至也有真侪民间传说甲动画，特别是甲仙女巫婆有关系。风声若听到纳兰花铃声，迄就是死亡预兆，迄就是今日花丛就会互仙女卖掉咧。也佫讲巫婆的迷魂药啊内底就放纳兰花。讲遮尔济，结论就是爱大家唔通凊彩去买，也唔通惊入花丛内底黑白搭。这种食物干那会整治发芽开花，都要用5到7年的时间；受损的材啊，佫要用10年到12年的时间才复原。Bluebells are extremely susceptible to being trampled. In fact, just a continuous amount of people trampling a similar area in a couple days can mean that those bluebells that have been trampled don't come for 10 to 12 years, come back till then, and in some cases they may not come back at all. 就安尼，真侪纳兰花林地报道，拢会徛提醒民众唔通行入花丛的告示牌啊，也警告大家唔通买花，若无会受罚。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来看说，地球上上大丛的杉仔，本地是伫美国的加州在生产，伫19世纪传去英国。这种杉仔上悬会当大到93.6公尺，嘛会当活超过3000吨哦。也毋过加州因为气候变迁，佮有火烧山定定可花，嘛影响着这款杉仔的成长。伫英国伦敦高花的哈佛林高古公园，有真侪丛食悬的树仔。这款是地球上体型上大丛的树仔古杉，本来主要是分布伫美国加州内华达山脉的西部，是红杉树内面体型上大的。19世纪被引入英国，伫咧遮诞生。So the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these species is that they were introduced to the UK probably 150 years ago. It was essentially a status symbol. It was a new world species, really the biggest tree in the world, and people would buy them to put into their stately homes and their landscapes to grow them onto the next generation. 科学家用镭射扫描仪对树仔做3D 立体成像，来量树仔的悬度甲树身的大小。这种古杉平均会当大到50到85公尺悬，直径差不多5到7公尺，上悬不过93.6公尺，会当活真久，差不多3000年。伫英国即马有差不多50万丛，顶多是原生地加州只敢若剩8万丛，是因为英国的气候较适合这种树仔。I think that there's two reasons why they're doing well in the UK. One, we've got to remember that in California, the climate is no longer what it was originally. So it's actually hotter and drier there than when the trees were growing. They're over 2,000, if not 3,000 years there. Here in the UK, the climate is actually similar to California a long time ago,
but also taking the competition by actually bringing the species here to the UK. They no longer compete with the other species in that landscape, and their pests and diseases are removed. 自早期的维多利亚时代，互人当作是财富的象征，到即嘛为人类提供掠日头也个吸收碳的森林。学者讲，英国的气候较温和湿润，更加适合这种树仔成长，互全世界体型上大丛的树仔，伫地球的另外一边找到生存的空间。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下播报的天气，咱就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外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咱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